若最近来看最近这段时间哦，台湾发生几啊件重大的枪击案。像今年的7月，南投一间生技公司去互人开枪，弹死4个人；还有伫台南，相关是举着长枪，短8分钟连开88枪。啊，讲这个枪支疑似拢是 PAK 的改造的枪支。讲警方伫咧枪击的现场查到的 PAK 改造的枪支，这个比例是一年比一年较侪。但是目前这种的枪支并无列管。有业者认为，警政署一直把枪列为管制重点，煞袂记得枪支恐惊才是致命的武器。今年7月，南投草屯出名的生技公司用开枪造成4个人死亡，1个人受伤。顶个月中，台南有一位歹徒举枪往前4个开枪，才8分钟就开88枪。原本团讲2件案件的枪支拢是对澳洲进口的 PAK 空包弹，不过刑事局出面证实，干那南投枪击案是 PAK 改造枪支。这个是没有改造过的，它上面就是没有弹头，那外观是长这样。甲2种枪支抗做伙，黄头的是改造手枪，构造包括底火、火药、枪支壳和枪支头；青色的是 PAK 空包弹。2种枪支的构造其实相同，不过无枪支头，底火较无遐敏感。不过找到金属枪支头，互改造做枪支，同款有杀伤力。那对于非自制子弹，当然我们在不管是警政署或者是查缉单位，对于这非自制子弹，平常在查缉的时候也非常的关注。今年统计，对2019年到2021年，共查到枪击案现场枪支卡这些枪支比例平均伫50%左右。不过，反 PAK 改造枪支对24%到39%，大年拢在提升。可以加强对子弹的控管，比单纯查枪可能更来的有效率。因为 PAK 改造枪支大部分用伫拍戏的武器枪，网络拢买会到。不过，若是有心人士摕来改造利用，恐惊会有治安的问题。警政署一定要推出相关的配套。